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問經所答，我係 Matina。反轉全場系列第二節，連環發問，智慧還擊，兩問建成，信心得上。耶穌清完聖殿，宗教領袖好嬲，邊個批你咁樣反台㗎？今節精彩啦！法利賽人、撒都該人問事，輪住挑擊耶穌，全場無懼反擊，仲要句句反轉晒佢哋個腦。開場挑擊，你憑乜嘢咁樣做呢？你仗着什麼權柄做這些事？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？馬可福音11章28節。問白啲，你係咪有張清殿嘅證書？有冇拉繩？有冇報名？如果今日發生，宗教高層話你有冇教會領袖嘅認可章啊？耶穌咁樣話啦，咁你講下啦。約翰洗禮係咪出自神啊？宗教高層話呢條係任正嘅 pass。好，第一招，耶穌唔答你嘅問題，反問翻嚟，仲要你答唔出，技術性反擊。故事唔係童話，比如爆大鑊，比如話惡園戶殺晒主人嘅僕人，最後連佢個仔都殺埋。馬可福音12章1到11節，全場以為耶穌講緊童話，結果發現佢係講緊我哋啊！如果今日發生，有個僕人做咗個葡萄園，請咗好多人幫手打理，但係工人唔止唔交租，仲打走晒佢派嚟嘅人，最後仲殺埋個老闆個仔。咁耶穌話呢個就係神派先知同我，結果你哋全部 reject 晒。宗教領袖話我都係嚟聽下古仔啫嘛，唔使咁認真嘅。4連環問題戰，你估你問我就會點樣答呢？第一條問題，交唔交稅俾羅馬呢？耶穌話呢個銀仔係邊個個樣啊？佢話係凱撒。耶穌話咁凱撒嘅嘢就交翻俾凱撒啦，神嘅嘢就交翻俾神啦。全場話哇，政治陷阱唔中伏，仲順便講咗信仰嘅次序添。問題2，復活後個女人嫁邊一個老公呢？撒都該人出咗個邏輯性問題，一個女人嫁7個兄弟，復活之後佢叫邊個做老公？咁耶穌就話你哋唔識聖經嘅咩？又唔識神，都幾串嘅吓。復活世界冇婚姻，唔可以用世上嘅邏輯套落天國。第3條問題，最大嘅誡命係邊一條？耶穌話啦，簡單啦，愛神愛人，2條搞掂所有啦，一句 KO 晒成堆律法問題。對方低晒頭，你講得好，我認。耶穌 bonus coming， 你唔遠離神國嘅，但未入到去咯。結果反轉，寡婦2文錢就贏晒全場，他是把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。馬可福音12章44節。最後耶穌睇住大家奉獻，大老闆抌咗100嘅銀紙，一個寡婦作低咗2個銅錢。耶穌話呢位今日最大嘅貢獻。如果係今日發生，總裁今日捐咗10萬，婆婆話啦，我只剩翻10蚊，全部都俾晒神啦。耶穌話你嘅心我收到晒啦。信仰真誠唔係睇你蘇幾多，而係睇你心交幾多真實。今日反思，你係問問題嗰個啊，定係交個心出嚟嗰個呢？你中意問陷阱問題啊，定係願意俾神 challenge 呢？你信仰係邊個認證啊，定係神認證你呢？你奉獻係出於數啊，定係出於信心呢？挑戰你今日翻開馬可福音11章27節到12章44節，揾一樣嘢最細但最真嘅方式去表達你對神嘅愛，可以係幫人服侍禱告，但要出於心。好，下一節預告，末日預告，暗地陰謀，耶穌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之路。好，記得 like subscribe 我嘅問經所答，下條片見，拜。